陪你讀金句。熱心而無見識，實為不善；腳步急快的，易入歧途。箴言19章2節。喺呢個講求速度同效率嘅時代，我哋好容易會有一個錯覺，覺得快先至係代表有能力，熱情就一定係代表正確。但係今日嘅經文好似一盆清涼嘅水，幫我哋發熱嘅頭腦降溫。經文第一句，熱心而無見識，實為不善。好多時我哋以為只要自己係出於愛心或者一股熱情，結果就一定係好嘅。但係聖經非常敏銳咁指出，缺乏見識嘅熱心，有時反而係一種隱蔽嘅自我執着。當我哋缺乏真理嘅洞察力，單憑熱血同主觀意願衝動行事，往往只係將自己嘅標準加諸喺別人嘅身上，最終好心做壞事，甚至傷害咗身邊嘅人。而經文後半句提到，腳步急快的，易入歧途。呢度嘅急快，往往係源於我哋內心嘅焦慮同急於求成。當人一急，眼界就會變得狹窄，我哋會睇唔到警示，亦都聽唔到聖靈喺我哋內心嗰個微小而溫柔嘅提醒。最終衝得越快，反而離神原本預備嘅美好目標越遠，甚至走入迷途。真正嘅智慧從來唔係比拼邊個跑得快，而係識得喺熱情之中保持清醒，隨時停一停，安靜聆聽聖靈嘅引導，讓真理嘅見識成為我哋腳前嘅燈，路上嘅光。願我哋今日都有勇氣喺忙碌之中停一停，審視自己嘅內心，細聽聖靈嘅聲音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分享，歡迎訂閱、讚好、留言或者轉發影片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！